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背着背包来到了台北市，我要用我的双脚来街头路跑。今天要和一位路跑达人，用背包客的态度走到哪玩到哪。我们要借由这次路跑的活动，用双脚来探索这座城市。胡姐，今天非常开心哎，可以跟着你一起去跑步。我们今天主题叫新的一课，我们要跑出一个课，然后这个课呢，它的形状很特别，它独一无二，因为它是很多人一起跑出来的。哦，你们当初已经有先跑过了？我们当初有先跑过，然后设计过，然后这过程中我们会经过很多人的家。客家就是处处为客，处处家。对，那客家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会不会可以从跑步之中学到一些东西，或是感受到一些东西？聊着聊着，热情的跑者们一同跑到了集合场地。在安静的早晨中，这股充满热情的橄榄魔力，让我非常期待这次背包客客自入跑之旅。暖身之后，就让我们赶紧出发吧！大家一起跑步，探索台北，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而且会让你整个周末就非常有精神。早上起来跑步呢是非常开心的。那现在跟着街头路跑，那街头路跑是个非常欢乐的团体。那我们会看台北市的各个大大小小的角落。那这些地方呢，我们是平常是不会看到的。自己实际跑客自路线时，除了感受到城市巷弄间的活力，更想起背包客来撩每一场探索的记忆，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，能发现不同的感动。而我们又完成了一场新的探索，经过大街小巷，终于跑到了客自的目的地——客家文化公园。跑到这边呢，来到了那个客家文化园区，这感觉就是跟外面的路上差异真的是天壤之别，然后就好像跑到另外一个仙境的感觉。哇，这里环境非常的好，然后我们还有吃到客家的麻糬，非常的好吃。今天的路跑就像背包客一样，走到哪玩到哪，体验到哪。我们今天路跑成功，1、2、3，我们喊背包客来撩。好，来1、2、3。这一趟客制街头路跑之旅收获满满，一路跑到终点，更能了解用双脚慢慢去看。透过城市慢跑旅行，让平常忙碌于上班的上班族，借由背包客客自街头路跑，让自己活出第二个生活态度。背包客来撩，客自路跑成功。